今個星期嘅成交速遞，為大家介紹兩個同樣都係2017年落成嘅 condo，咁兩個咧都係一房一廁嘅單位，但係咧喺今年轉手嘅時候咧，一個嘅樓盤咧嘅賺幅咧係不足1%，而另外一個嘅成交咧竟然係咧個賺幅咧係高達90%嘅。咁點解兩個同樣類型嘅 condo 嗰個嘅賺幅係會有咁大嘅差異咧？咁啊，大家一齊睇落去啦。咁第一個咧要介紹嘅樓盤咧係一個500尺嘅一房單位，咁佢咧嘅開售價咧係62.9千蚊，最後咧經議價之後咧成交價咧係61.3,500蚊。咁原業主咧就喺2018年咧就喺市場買入呢個嘅單位，咁啊當時咧嘅造價咧係60.8千蚊，咁所以咧經過7年嘅持貨咧，佢總共嘅賺幅咧係5500蚊，扣除咧所有嘅使費啊、律師費、經紀佣金等等咧，相信咧佢應該咧都係要蝕讓離場嘅。咁不過咧呢個樓盤咧喺2017年嘅時候入伙時候咧，當時咧嘅買入價咧只係33.4,900蚊嘅啫，所以一手業主咧喺佢持貨1年咧就已經係賺咗大部分呢一個嘅單位嘅升幅，而過去7年咧呢一個嘅單位咧嘅升幅咧竟然咧唔及咧第一手業主咧持貨咧只係1年時間嗰個嘅升幅。咁而另外一個嘅同樣一房嘅 condo 咧係525尺，咁佢嘅開售價咧係56.3,888蚊，而最後咧成交價咧係55萬。咁呢一個業主咧佢就一手買入嘅，喺2017年嘅時候咧，當時造價係29萬，經過8年持貨咧，佢嘅賺幅咧係大概90% 嘅。由呢兩個嘅成交，我哋見到咧兩個同時入伙而又同時賣出嘅單位咧，佢只係因為咧中間咧入市嘅時間咧有所不同咧，一個業主咧嘅賺幅咧係90%，而另一個業主咧嘅賺幅咧係不足1%嘅。由此可見咧，買樓咧睇個時機咧係相當之緊要嘅。而家我哋根據 MLS System 咧，大溫地區現時嘅放盤量咧係16,207個盤，相對於咧2024年同期4月咧，當時嘅放盤量咧只係12,491個盤，咁啊按年咧升幅咧係29.7%嘅。至於喺市場成交方面咧，啱啱過去嘅4月份咧總成交咧係2,163單。相對於去年同期2,831單咧，按年咧係下跌23.6%，亦都咧比起10年嘅平均數值咧係下跌咧28.2%。由此可見咧，現時咧喺市場上邊咧庫存量咧係相當之多，但係成交咧係並不活躍嘅。如果買家咧現時咧想尋找市場上邊咧嘅筍盤，或者咧想睇下有冇一啲買家咧願意減價放售佢嘅樓盤咧，而家正正係一個好嘅時機。今個星期咧，我哋都為大家咧揾咗一個咧筍盤去介紹俾大家。咁佢嘅面積咧係492尺。我哋睇一睇咧佢嗰個嘅floor plan，入門口咧就係玄關，左手邊咧就係 office 嘅位置，然後咧就係洗手間，跟住咧就係房間，最後咧就係個 balcony。而右手邊咧就係廚房同埋客飯廳啦。廚房呈 L 型，不設中島，空間相當之好用。而因為佢係冇中島咧，咁亦都可以喺牆身嘅另外一邊咧。發展商加設咗一個 pantry， 提供大量嘅收納空間。客飯廳呈長方形，面積150尺，方便擺放咧大型嘅家具。而且呢個客飯廳咧係有一個 L 型嘅大窗嘅，室內嘅光線咧就相當之足夠啦。佢嘅牆身咧係油咗紫藍色，極富現代感覺。主人房90尺，附設有大嘅 closet， 擺咗雙人床、床頭櫃之後咧都可以輕鬆3邊落床，而且咧仲有空間咧可以擺放梳妝台。主人房設有大窗，外望露台，景觀相當之開揚。特別要留意呢個單位咧，樓層相當之高嘅。佢大廳咧同埋個 balcony 咧望出去咧都唔使樓望樓，而且因為向南咧陽光相當之充沛。現時呢個樓盤嘅開售價咧係不足60萬嘅，咁佢只係咧57.9千蚊，絕對係一個咧非常之優質嘅上車盤。如果對呢個樓盤有興趣嘅買家咧，就歡迎聯絡我，安排一個時間去實地參觀。今日嘅節目嚟到呢度啦，多謝各位，下次見。